学了，作业还没有写完，真是让我好找啊！你在干嘛？不上学了？对不起，我是卧底。你知道我这3年怎么过的吗？找到人了！对不起，我是卧底。你知道我这3年怎么过的吗？凶手就是你。对不起，我也是卧底。你知道我这3年怎么过的吗？能力越大，责任越大。不，我是卧底。说，你到底是谁？啊，怪兽出现了。我也是卧底。你到底是谁？我还是卧底。刘大侠，是你火了呀？没挂喽。哪有那么多卧底？对啊，作业写不完了，要不抄吧？嘿，其实我是班主任。你个臭